當一艘嘅遠洋船進入某一個國家嘅港口嘅時候，就必須要讓該國有關部門所派出嘅領航員登船，好讓佢嚟到指引航線，以確保船隻能夠安全停泊喺適當嘅位置。而呢一個亦都係船長喺異地可以安心穩妥嘅唯一方法。喺呢個過程當中，船長當然要絕對信任領航員，並且讓出指揮權，聽從佢嘅指示。哪怕船長有好豐富嘅航海經驗，但係嗰個關鍵時刻並唔能夠靠佢自己。然而船長同埋各船員仍然要堅守崗位，配合領航員，先至能夠使船隻順利前行嘅。原來喺我哋人生嘅航程當中，耶穌就係唯一嘅領航員。佢唔單止指引我哋正確嘅方向，更加喺我哋無力自救嘅時候，捨命將我哋從滅亡嘅邊緣嗰度拯救過嚟。所以請你唔好再靠自己嘅努力，而係單單信靠耶穌基督。